咱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照着马太福音11章25节到30节。今仔日咱伫上帝话语当中讲，迄时阵耶稣讲：爸天地主感谢你，你甲遮个代志对即个巧巧人着暗藏起来。若对细汉囡仔你着甲显明。你的美意本来就是安尼，所以。咱有当时咱伫咧世间的当中，咱总是有咱的想法，就是讲像即摆时阵，咱总是咱会当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这就是咱一般咱正常的人所想的、所思想的。毋过咱嘛捌想着讲，耶稣捌甲咱主耶稣捌甲咱讲，伊的平安甲世上的平安是无相共的，伊的平安是属天的。甲地上人所想的平安是无相共。今仔日咱若搁读到这讲，上帝的美意本来就是安尼。到底是安怎？到底上帝的美意到底是安怎？特别即个伊讲迄时阵，迄时阵是啥物情形？上帝的美意到底是啥物？是咧讲啥物？咱今仔日咱照着经文会当搁仔爱一解来思想，上帝对咱的美意到底是啥物？未分享进前，咱做阵额头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相信即个时阵你伫阮的当中，因为主你有应允阮，讲若地上2、3个人奉主的名祈祷，主你就伫阮的当中。即时阵，阮求主你的圣神，互阮智慧，互阮启示的灵，会当明白你的话语，会当领受主你要对阮所想事的美意。主，阮甲下面的时间交喺主你的手当中，求主你来祝福每一个你线上的兄弟姊妹，照着上帝主你的话，会当得到属天的平安，会当得到主你对你种百姓、你儿女的美意是啥物，阮拢会当满满来得得到。主，阮感谢你，甲下面的时间交托。是奉主耶稣的名，阿免。咱若了解讲咱今仔读的马太福音是伫新约内底，那新约内底介绍耶稣有4本的书，这4本大家拢了解，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甲约翰福音。伊用4个方面来介绍咱的主耶稣。马太福音所讲的就是主耶稣是一个君王，同条伊强调的就是天国一寡的圣经法则等等。马可福音来讲就是讲咱的主耶稣敢若伫地上敢若做仆人共款做足侪代志真辛苦真辛劳。那路加福音讲的是讲咱的主耶稣都诚做人的即个身躯伫咱的生活当中甲咱人有真侪共款的性情的即个劳苦啦即个毋过伊是甲咱人为伊无共，伊是无罪的人若约翰福音所介绍就是耶稣，伊是上帝囝，伊就是神的意思伊就是神的意思。牧师介绍这个意思就是讲，咱今仔虽然读的是马太福音，就是讲咱若了解讲伊咧介绍耶稣的时阵一寡代志伊拢会互相来参考，互相会当来对看，咱才会当了解讲，迄当阵耶稣咧讲即句话，迄当阵伊有圣神来感动的时阵，到底迄时阵是啥物代志？耶稣伫啥物情形下甲咱讲这个代志是上帝原来的美意伊叫圣神感动来讲即个话所以咱可能爱对即个元素讲到底迄当阵是啥物情形咱会当来了解即个主耶稣伫讲伊迄个时阵伊有圣神来感动，所以我要请兄弟姊妹倒转来看即个所在记载伫路加福音。其实即句话咱伫马太所读的，咱若倒来看路加福音的时阵原来主咧讲即句话的进前就是讲主伊设立70个人找拣2个人出去要去各城市来传即个福音。毋过要找拣因出去的时阵伊就甲遮个门徒讲要收的即个收成真济要做工的人真少。所以恁就爱去求即个
庄园的主人来拍发即个工人出去来收伊的收成安尼。佮煞落讲你若去了我找见恁出去，亲像杨哥进入即个栽农的即个所在，恁若转对遮你看，你会感觉主耶稣你要西紧阮去传福音，恁甲我讲的意思就是讲要收成的人要收成的即个收成真济，毋过人真少呢。你要出去的所在遐真危险呢。佮煞落甲讲你莫炸钱云，莫在即个裤底意思讲你著莫炸即个钱云出去，莫穿下顶顶。佮刷落，你若入去倒一间厝，就问即个平安安尼这就是你路加福音内底所写的。写咱继续甲看落的时阵牧师就甲采，意思讲小甲挑一个，互你了解讲，伊找见即个门徒出去了后，门徒转来，伊70人欢喜转来讲主因为你的名连咧鬼就会服阮哦。主耶稣讲有我有看的，我捌看的即个撒旦对天顶安尼对落像闪电共款我已经互恁即个权柄恁会使来拍赢即个树伫顶顶毋过你莫因为鬼对恁来服侍你就欢喜你因为你的名记伫你天顶来欢喜这是你路加福音所记载迄个所在了后才写落即句讲，当迄时阵。耶稣就互圣心来感动，就来欢喜讲爸天地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代志，甲巧人就暗藏起来，甲细仔就甲显明出来。伊讲是爸这道志本来你的美意就是安尼，你一切拢交托互我，除了爸以外，无人会当了解即个囝是啥人。所以即句咱拄则读的马太福音，迄就是头前的历史，就是安尼生啦，就是即个安尼生。所以咱即马开始思想，就是讲，迄当阵当耶稣咧讲即句话时阵，伊的经验就是讲，伊找见遮门徒出去，伊找见遮门徒出去，煞落讲转来甲讲若劳苦重担来我遮，恁就会当互恁得到安息。我的心内底温柔谦卑，你若会当讲担我的担，学我的模样，恁就会当得到安息，恁就当得到安息。我的即个担是紧的，我的担是轻的。牧师要借着今仔经文，甲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讲恁伫困境的当中有即个稳定啦。为什么安尼讲呢？你想看觅？主耶稣当时找见门徒出去，你若是你门徒的当中，你敢会想着讲主你找见阮出去，是收成遮尔济，人遮尔少，这是要哪想食？对无？这是要哪想食？你叫阮出去，佫袂使找钱，袂使讨下这毋是真困难。你要叫阮出去做工无问题，毋过你甲我讲头前的道路有遮尔济困难，安尼你若是你当中的门徒，你敢要去？敢若亲像咱即马，咱的环境当中有遮济困难，咱敢愿意继续讲主即个环境是安尼。你找见我去做服侍的工作，我敢要做？都人拢无咧，拢欠客咧。我想一般的人会是讲安尼就免做咧。毋过咱若看到经文，咱就看到讲，这门徒愿意出去的时阵，当然是欢欢喜喜呢，当然是欢喜的。所以伫遮咱会当感觉讲，无啥对咧。这甲咱一般世上所想的无啥共，咱是意思讲，咱拢超全好势咱才出来去。咱今仔要去服侍主，咱逐项拢爱有，咱才会当服侍。若无要哪服侍？毋过主甲咱讲无你就爱去我拢做，毋过你即摆看袂着，你爱出去你才知，你爱出去做才知。
啊，这环境你甲看真困难哦，环境你甲看真困难。啊，咱就想着讲，当初主甲以色列人对埃及甲带领出来，啊，你带你抗野，啊，圣经甲咱讲吼，伊带即个以色列人，你抗野40年诶当中咧，因诶身躯诶衫也无穿破，也无穿歹哦。今仔日上帝心意甲世上无共，伊有传无毋对，但是伊传诶时阵，毋是你马上会当看着，是你爱去经验诶。是爱你去面对，虽然有真侪困难，有真侪会无好势，有真侪你所想诶袂到，这安尼是要哪去做？但你若愿意去做，你若愿意去行，你就经验到上帝主耶稣为咱预办，你即条道路诶当中会稳定甲福气。啊，我毋知影兄弟姊妹当初恁来到即个本地诶教会，甚至逐项拢传好咧。但是对我来讲，恁若捌小米子啊，也捌希望兄，我相信你会当对因来了解。牧师拄仔来到温哥华，你瑞奇门开始牧会时阵，其实迄当阵我慢慢问过，讲主啊，这遮困难，这人嘛无，钱嘛无，人嘛敢若无啥够，人足少诶呢，10桶仔尔，主安尼服侍，是要哪服侍？安尼敢袂得做？我家己嘛难免会感觉无信心，嘛会难免讲主即条路安尼是要哪行？毋过今仔日我会当甲兄弟姊妹分享报告，是咱咧行即条路无简单，咱行即条路毋是你逐项拢想甲到，毋过你若愿意踏起哩，你着看着上帝路一步一步甲你预办诶，伊会当超过你所思所想。我相信你嘛一定捌经验过，伫即条路顶悬，你有捌拄着困难，你有捌拄着真侪艰难，拄着真侪无一定逐项代志拢好势。毋过因为你有迄个倚靠主诶心，你愿意去做，你愿意去交托，你愿意讲主啊，我愿意献上按照你所讲诶启示，愿意来行即条路。我相信我所拄着。我所听到，我家己经验的，我就拄着即个伫咱困难的当中，有真侪恩典伫咱所行的路上，会当互咱来经验的。所以你若今仔看到即个文图，为什么会欢欢喜喜转来？伊讲连个鬼，伊嘛想袂到，为什么咱出去，既然有遮尔济的丰盛？会伫咱的路中，所以伊转来甲主耶稣报告讲：主耶稣啊，哇，阮即组路出去，按照你的吩咐去做，有够欢喜的，有够幸福。虽然你当初甲阮讲，毋好炸钱云，人嘛无够，毋过阮出去看的时阵，阮经验着上帝、主耶稣你的权能，阮一项一项拢会当。安尼一步一步来行着即困难的道路当中，看到主你恩典满满赐福伫阮的当中。所以我相信第一点，咱会当理解，就是咱目前，我相信咱开始即马开始要实体聚会咯。我相信真侪人心肝内底难免会讲主即马安尼即个生是要安怎做才会好势？兄弟姊妹。真侪人四散，真侪人可能因为即段时间几年过去即摆要搁实际上倒来聚会，即个情形要哪做？即个困难要哪处理？人敢会倒来？我相信伫咱当中的长老也好，是服侍愿意要服侍主的人也好，你的心总是会去安尼想。但是总是咱也无行出迄步，可能
咱就真歹行出去。所以我相信你会当了解主耶稣迄当阵，主上帝天父，甲即个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去到旷野，佮刷落要入去迄个迦南地，伊面对约书亚，面对的头前迄个约旦河，你嘛发现伊的骹若无踏入去，迄个水是免开咧。所以今仔日咱相信，咱面对着困难，咱面对真济拢可能无遐尼好势，真济面对敢若咱所想袂到的代志，到底会安怎来发生咧？总是咱若愿意照着主的心意甲咱讲，伊讲哦，即个代志哦，甲巧人，伊是袂当理解，因为咱人的想法，咱逐个拢会当理解，就是讲应该是拢好势，咱就照这去做就对。毋过你若看咱的经文甲咱讲是，逐项拢还袂好势，甚至咱若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当初要踏入去迦南地时阵，第一项要过即个约旦河，毋是水先分开去，是骹先踏入去，而且伊踏入去了后，伊要去踏入即个迦南地，你嘛看伊的困难嘛是真济，内底佫有真济爱去征战的所在，毋是上帝甲咱拢传好好，拢遮人拢扫走，毋是甲咱传便便，伊是要互咱来经验着讲，咱要甲伊同齐来做工无？伊是要咱经验讲，虽然你看到遮困难的当中，你有相信我要带领你做一个会当得胜的人无？所以这也是要鼓励咱的兄弟姊妹。虽然我相信这个时阵咱要搁转去教会聚会也好，是讲你的生活当中要安怎甲兄弟姊妹直接也好，总是有真济困难爱去面对。所以我相信今仔日咱照着这段经文，主耶稣要甲咱提醒讲，伫咱的道路当中，伊的恩典有够咱用，伊的恩典有够咱用。伫即条艰难的道路当中，咱会去经验到伊的恩典，但是问题是，你愿意甲上帝合作无？你愿意甲主耶稣合作无？你愿意听伊的催讲，讲你要向前行无？这是兄弟姊妹家己爱去选择的。你到底要安怎选？你家己爱去思想。毋过伫遮咱知影讲，上帝美甲咱人所想的是无相共。咱人所想的拢是平平安安、顺顺时时，安尼就好咯。但是咱会当看见无共的，就是咱的主甲咱预备的是啥物？是看起来真困难，看起来敢若逐项拢无。毋过咱若愿意去做，愿意去行，咱就发觉即条路，上帝所预备的超过咱所思甲所想。所以这是第一项，你困难的当中。咱若愿意按照上帝话来做，咱会经验伊的恩典，经验伊的宽容，伫咱的当中来显明咱所倚靠的即个主是偌尼适合互咱的主。我相信你看到即个图嘛，当了解。伫40年的旷野，虽然因遐尼叛逆，虽然嘛真济无互上帝欢喜，伊嘛真济怨言，毋过总是伫遮。伊对你上帝路，你行的时阵，你看到上帝供应，就是遐尼充足，所以咱会当想到啥物？咱会想到讲诗篇23篇里讲，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供应者，咱就无欠缺。总是咱有即个信心无？总是咱愿意讲主啊，你的话安怎讲，我就愿意顺服，我就愿意来做。我也相信你安怎讲，就安怎真正，咱会当来经验咱所倚靠的即个神，所倚靠的即个上帝是遐尼有信用，遐尼真实。我想这是咱爱来去经验的。毋过即个所在嘛爱鼓励兄弟姊妹，你愿意照上帝的话去行无？所以你若看到当初上帝甲遮个人带出来，伊就甲遮个人讲，你若看到出埃及记了后，迄个就是利未记。利未记咱嘛捌分享过，就是上帝甲人呼召出来，毋是听你啊，伊有特别的是有特别的使命，有特别的带领，甲世上的是无共。
所以咱今仔日讲，上帝美就是安尼，甲巧巧人，因为巧巧人未想到这，但是对着迄细仔囡仔，愿意用信心去接受的，愿意用信心接受的，天真的，愿意交托的，伊就让经验上帝伫遮，伊的权能是安怎来显明你即条路的道路的当中来欢欢喜喜会当来丰收即个物件。所以咱今仔日看若即个背景转来想，为什么主耶稣讲迄当阵的感动讲圣神甲感动讲主啊感谢你你看遮个人去倒转来真欢喜，这就是祝福互愿意跟对人的一个真好的即个体会，真好的美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咱要来看就是讲，你即条道路，咱会软正无？咱会软弱无？其实我相信兄弟姊妹，咱咧跟对主的即条道路，坦白讲，咱拢有真侪软弱，咱拢有真侪软弱。你看下即个经文《哥林多后书》，即句话是保罗咧讲的。保罗当初甲主、甲耶稣讲我身躯就有一个刺，即个刺互我服侍足艰苦的，即个刺互我身躯足无爽快。主啊，你会使甲我煞去无？因为你会当医治这个对你来讲无问题保罗一解求，两解求，三解求，主甲伊讲我的恩典有够你用啦，因为我的溃烂，你人的软弱当中会当显得更加完全。所以保罗讲，我更加欢喜，是我软弱，毋过我会当来经验主耶稣的能力，互我你当中，互我变更加坚强，互我变较坚强。所以这条路，兄弟姊妹，是咱若愿意承认咱的软弱，咱就会当明白有这个需要，咱免会当变坚强的，咱会当变较勇壮的。当然，你讲我来去操练，是你会当操练，毋过通重要毋是你的操练尔，通重要是你的当中，你会晓经验到上帝溃力伫你的身躯内底，敢若保罗共款。所以你若有注意看，咱拄则咧读，主甲这门徒呈现出去，伊讲我呈现恁去亲像羊呢。去到豺狼的内底呢？耶稣，你我看你安尼讲了毋对，哪会讲毋对？你应该讲阮应该是像虎、像狮安尼遮尔臃肿遮尔大只去到即个羊内底也好，还是讲去到即个豺狼内底也好人内底也好，安尼毋得对，这才是正常的嘛。你哪会使讲？找见我是一只羊，佫是羊羔较细只较软只，去到迄个豺狼的内底，你毋是叫我去死？你哪叫我去死？我相信大家拢会当了解讲，主耶稣是要拯救咱的，毋是叫咱去死的。不过你安尼讲起来，在咱的人的思想就是讲，那你安尼就是叫我去死所以主耶稣讲。是你看起来世上人是安尼想你巧人讲这哪可能？羊入去到狼群内底，迄个包死无活袂明白。但是咱也愿意讲，主啊，是，我是软只，你要叫我去迄个所在真危险。毋过你若要叫我去我愿意去。你若看到《使徒行传》的保罗，甚至也是迄个彼得，我想咱拢会当过来思想即个代志。你《使徒行传》遐时阵，圣神嘛甲保罗来显明讲，你若即马第三届你转去耶路撒冷迄边遐有真侪困难危险真侪即个人要甲你掠起来要甲你安怎毋过保罗讲，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成就你的意思，莫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莫成就我的意思。所以，
这真歹理解，就是讲咱人的想法真正甲上帝做真济无共，咱无法度去想。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你啊，互相有信心来感到讲，上帝美遮尔水，只是互一般巧巧的人，伊真正无法度理解。毋过你若愿意去对主耶稣讲的话，来去做，来去行，你就经验着讲，是啊，这个温度出去，迄个环境遐尼歹，毋过因就是烧战，敢若烧战共款，讲阮烧战，阮赢咯，阮转来咯，毋是羊入去豺狼的内底吗？哪会赢呢？哪会胜利呢？哇，这是想袂到的代志。咱过来想一项代志，你圣经内底有一个做基甸啊，我想基甸你嘛知啊，你若有了解圣经，就是讲基甸300勇士，300勇士，你知影当初即个上帝找紧天使去找基甸的时候，基甸讲啊，你甲阮交你缅甸人的手头，啊，你找我是这12个支派内底通山的、通西，啊，你来找我啦？你应该去找别人啦，你来找我。结果咱嘛发觉基甸愿意照上帝话去做了，伊带领300个人，就甲3万人的缅甸人甲拍败。哇，这是事实啊！哦，我相信你嘛会使想到大卫遐尼细汉，去面对即个歌利亚遮尔高强、遮尔大汉。所以拢上帝做诶代志拢真奇怪。我即摆搁互你看即张图，即张图什物人咧？即张图就摩西啦。摩西伫旷野拄着上帝伫遐甲启示。你有想看觅无？摩西细汉诶时阵，伊诶妈妈面对迄当阵以色列人甲埃及人就讲以色列人遮济，后边这对阮真危险，这囡仔生出来拢要甲杀。妈妈嘛真认真，嘛知影即个痛苦，毋过拢愿意甲即个囡仔生落来，甲照顾到无法度，上帝嘛有安排。真困难的即个路中，咱就看到稳定，上帝甲安排，互摩西去拄着当初的即个埃及的公主，甲收养，收养伊伫埃及大汉，这毋真好，毋是真勇真牛，是啊。所以伊伫40岁的时阵，迄当阵伊就为着伊的同胞讲，我遮勇，我遮好，这哪会使无公平的对待？所以伊去替即个以色列人来出气，结果害死埃及人。即声埃及的国王就要掠伊咯，所以伊惊一个就开始走去旷野，去旷野40年了后，上帝才来找伊。上帝哪毋是40年前来找伊咧？40年前搁较勇，搁较有信心，搁较水。上帝迄人来找伊，看起来对人来讲，毋是搁较好。哪会你40年了，80岁你旷野已经讲无迄个信心也好，还是感觉家己拢讲袂得做袂用的时阵，上帝甲伊显明讲，摩西，我要你带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哇，这个代志伤沉重啊！遮困难的代志，较早40岁无一定阁有可能咧。即摆我是完全无可能，你就找我，你安尼敢对？那咱人咧想讲，这上帝敢若做毋对咯。毋过摩西有咧讲，伊家己了解，伊40岁以前是挖苦家己，40岁以后感觉家己完全无气力，80岁了后，40岁进前感觉家己足勇诶。40年，40岁到80岁，你旷野西饿，到尾啊，就是讲我都无气力咯，我都无能力咯。毋过上帝即阵来找伊，所以摩西讲，伊80岁了，伊发觉无管较早如何，若上帝会同在，若上帝带领，每一项代志会当行做无可能诶，拢会当变做可能诶代志。这就是摩西诶经验啊。那今仔日咱嘛着爱想，无毋对。
咱咧服侍主也好，还是咱咧面头前要行即条路也好，也是无一定你讲啊，我诶年岁也愈来愈大，啊，我诶身体可能也无法用，啊，我要哪继续会当服侍上帝咧？我想这嘛是咱诶软弱甲现实，但是咱也愿意讲主啊，我愿意献上，哦，我会当做啥？啊，我来做啥？我相信你会当经验上帝伫你诶当中。互伊经验，互你着经验着上帝诶祝福，满满伫当中食着。因为这就是上帝原生诶美，互一般人想袂到诶。咱过来看即个人说人，即个彼得啊，彼得什么代志？我相信兄弟姊妹也真清楚。伊虽然跟对耶稣拄啊开始，伊嘛是足勇敢诶。毋过耶稣去互掠去诶时阵，伊咧对耶稣时，伊着三改。毋甲你人诶面头前承认，伊是耶稣诶学生，伊嘛有软弱。毋过主耶稣对死里佫活起来时阵，对彼得来显现时阵，彼得就无共咯。所以你咧看《使徒行传》诶时阵，嘛是当伊叫掠去迄个官府诶头前，你公会面头前审判诶时阵，逐个拢感觉讲，这彼得，这都一般诶人啊，啊，这都。较早都毋敢承认耶稣迄个人啊，啊，即个就真软正啊，即摆来徛咧遮，哪会遮勇敢？哪会当讲出遮有智慧诶话咧？啊，所以咱伫遮一项一项对较早一项一项来看，咱就感觉讲，原来真正是安尼。啥物情形？咱确实有软弱，咱确实会惊吓。毋过上帝美伫倒？互咱即个软弱诶当中，互咱惊吓诶当中，咱会当经历着上帝伫咱内底所产生诶迄个快乐，咱才了解讲，咱所信诶即个神是有偌尔好，这是超过咱所思所想诶。所以第二点，牧师伫遮分享就是上帝美是啥？伫咱软弱诶当中，咱会当对迄个软弱诶当中徛起来，毋是咱会当做，是上帝要做。但是伫遮嘛是共款，你愿意由上帝来做无？你愿意献上你家己讲主啊？我承认我诶无完全，我承认我有真侪欠缺，我有承认我有真侪软弱。毋过主，你若要用我愿意献上。我相信你安怎带摩西，安怎带大卫，安怎带即个基甸，安怎带彼得，安怎带保罗。我相信你是公平，你应该若我安尼，我嘛会当去经验。我咧生命当中，要来经验即个遮尔对我、遮尔疼我、遮尔要祝福我诶上帝，要来互我搁较人生，搁较会当去真正来拄着即个创造万物诶主。我相信这是咱诶大福气。所以伫遮牧师也要鼓励大家，目前无一定你有真侪软弱诶所在，也无一定你有真侪困难诶所在。毋过咱若想起主甲咱讲，这就是上帝要互咱经验伊所要达成诶美好诶旨意诶时阵，咱互相鼓励，讲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安尼来做，我愿意安尼来行。虽然是我知影头前有真侪困难，是我有真侪会惊吓，我有真侪会软弱。毋过主，我相信我要经验你，比遮搁较要紧。我也相信你甲我预办的，你甲我即个所引出来，互我会当欢欢喜喜来经验。我目前对于将来要行即条路，会增加真侪信心甲快乐才对。这是第二点，伫咱软弱的当中，上帝美是知影咱的软弱，承认咱的软弱，咱也愿意到你主的手头内底，咱会当欢欢喜喜，成做一个勇敢的勇士。毋是较早迄个是无较早无共咯。第三点，牧师要先分享，才有一条人
一个写的诗，我看大家若看到这，相信一定有感觉这当然这是用中文咧读啦吼。伊讲吼，终日奔忙只为鸡，才能温饱又适宜，衣食两般皆足够，房中缺少美娇妻。娶了娇妻又生娃，苦田产做根基。自下田产千万顷，因无官职怕人欺。三品四品还嫌少，一品二品仍嫌低。一日当朝为宰相，又想帝王做一回。我相信大家拢若听了这条诗，拢会是讲，咱的人生毋是就是安尼嘛？逐工安尼匆匆忙忙的咧奔波，就是为了要生活会当食好饱，会当会穿衫刷落去娶某结婚生囝有财产吼。财产了后，咱佫讲，咱若惊财产去用欺负啥物咱会当做官无有权利无同好咱来做皇帝。我想这是一般人拢是安尼的过程，所以嘛是因为安尼，咱的心情内底会感觉讲哇，有足侪重担。咱这项代志做了，佫感觉欠一项，咱要继续搁做，拢一直欠，拢是无法度满足，咱有真侪劳苦。我想这也是事实，这也就是咱现状真侪人的问题。咱咧世上，咱就是安尼咧跑走。咱伫世上安尼咧拍拼，咱伫世上就茫讲即个总是尾咱心肝内有足侪重担。所以今仔主耶稣嘛是继续讲你若来我遮，你若来我遮，你若愿意担我的担，我的担是紧的，我的担是轻松的。你讲那对？所以我重担遮尔济，你若无甲我的重担摕走？佫甲我讲，你要甲你的重担佫囥喺我的身躯，毋足重诶，我着咧重你佫囥佫较重。咱定定拢感觉讲，主诶话有当遮真歹理解。主讲你着爱来负我诶担，主你诶担12架呢？迄12架有够重，我哪负担会起？我家己诶担，我世上诶路上诶担着遮尔重我着负袂起你佫叫我重你诶担，佫甲你讲我你诶担是轻诶。主安尼讲较对，我就想着讲是咱拢安尼想。毋过我相信你嘛捌看过一个，其实咱真侪重担，所以主甲咱讲，你若有重担你来我内底，主我诶重担来去内底。主讲我要甲我诶重担囥喺你诶顶悬，我着你重你佫囥我顶悬。原来咱才了解，是囥喺你顶悬毋过毋是你咧歹呢，虽然看起来你咧歹呢，是主耶稣替你咧歹。我相信这个卡因的故事，大家拢真了解。真侪困难的当中，咱看到是咱的卡因，却是咱家己咧担，是你家己担真辛苦。所以主耶稣咧甲你讲，你愿意来我内底无？你的重担伊了解，但是伊毋是叫你重担扛落来伊无叫你重担扛落来，伊是讲来，我甲你拍。你的重担搁伫个，我的重担嘛伫个，毋过毋是你歹，我抱你做阵歹。我毋知恁有去迄个健身房运动过无？我最近加减有去，我发觉人咧举重诶有当时做重诶你举袂起来，举袂起来。毋过我发觉有人举会起来。有一摆我去举迄举重。举袂起来，足重诶！结果有一个人伸一只手小可甲我扶一下，我哎哟，咱加真紧，就扶起哩啊！所以我就想着主耶稣咧讲一句话，讲伊诶担是轻诶，是因为伊诶担是主耶稣咧歹，毋是我咧歹表面上敢若是伫我顶悬，其实是主耶稣替我歹。所以为什么我会当安息？所以兄弟姊妹，你可能即摆生活当中你有真侪重担，
你愿意你行你主诶内底讲主啊，是我要面对我诶重担，毋过我求你帮助我。敢若你所讲诶，你应允我诶，讲哦，我若有重担来到你诶面头前，我来到你诶面头前，我会当得到安息。我知主，你要派我做阵行即条路，所以咱诶重担无一定会提去，毋过你会当经验到你诶重担，甲主诶重担，你若愿意来到主诶面头前，其实是主帮助咱做阵来领受。原来为什么变轻的咧？为什么这是咱会当做的咧？这是原来你袂当做的，但是因为主耶稣伊伸手甲咱帮助，甲咱扶持，所以咱会当头白，咱会当轻口，咱会当讲哇，原来本来我就是遮尔大的重担，我是无法度。毋过今仔日主耶稣的手伸手帮助我，甲我拍咧。虽然是我的身躯，毋过伊甲我拍咧，所以即个重担完全你主耶稣的身躯。所以我当然会当感觉我加真轻，我加会当胜过即个重担甲捆绑即个无自由也好，也是捆绑即个当中讲我安尼真无爽快。原来若是主介入，咱也愿意交托。我相信这嘛是上帝的美意，毋是讲甲咱的重担咱就摕去了，毋是，是互咱来经验讲主你当中带咱会当即个重担，咱会变做轻的。虽然主耶稣讲你来负我的担，其实即个担嘛是主耶稣派，咱是派袂起的。毋过咱会当因为安尼过程，做阵来经验主耶稣，无论是咱身躯的重担，也是主讲，你看我即个担放你顶悬，毋过你所合起来，你也是会得做的，也是会得行，也是轻巧的。所以这是第三点，就是咱的重担会当变做轻松的，就袂遐尼重咯，袂遐尼负担袂起咯。所以咱逐工爱甲主来好好跟对。所以圣经嘛来甲咱讲哦，上帝为听伊的人所预备的，是咱目睭毋捌看过，是咱耳孔毋捌听过，人的心毋捌想过。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做阵分享，上帝的美，虽然咱无一定马上用咱目睭、用咱耳孔听的，咱想的，其实咱真济拢想袂到。但是有一点，你愿意放手甲主合作吗？你愿意交托互主来带你行这段目前的路也好，还是你所面对将来要行的路也好？你愿意安尼来交通吗？你愿意顺服主所你为你预备的道路吗？所以今仔日咱定定咧讲十字架这条路真歹行，是十字架这条路是窄路，真矮。毋过兄弟姊妹，你要了解，因为真诶，你行起去诶时阵，遐个人也无介济，遐个人也无介济。所以相对来讲，你若行起去，虽然路矮，毋过你嘛会当理解，你是有福气。虽然即条路艰难，毋过你会经验到上帝的快乐、会疼甲稳定，这毋是一般人会当得到。所以咱了解为什么即条路的人行起人少咧？因为人拢用家己去想诶。咱若愿意照上帝吩咐、顺服上帝的话，敢若今仔日从尾牧师要鼓励大家，上帝为你所预备的，是你目睭毋捌看，是你耳孔毋捌听，是咱毋捌想过一条真有福气的路。愿上帝赐福兄弟姊妹，咱每一工拢好好来对着上帝的路。愿你交托互主，我相信咱会愈行愈舒适，咱会愈行愈快活，咱会愈行愈有福气。敢若圣经里讲，咱会愈行愈光明。感谢主，愿上帝赐福兄弟姊妹，借着今仔日咱互相勉励，咱互相勉励，知影咱每一日上帝为咱所预备的，是要来祝福咱，是要互咱更较好的日子。
过着更较好的日子。你若愿意，我相信你拢会当来经验。愿主赐予大家平安喜乐。咱这时阵，咱压头来祈祷。亲爱主耶稣，阮感谢你，感谢你为阮所预办的。真侪时阵，是阮目睭无法度会当看去，阮的耳孔嘛捌听过，阮的心嘛捌想过。总是主你的话若启示出来，我着相信，阮要成做有福气的人。鼓励着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即个福气的道上，求主你帮助阮，因为阮知影，当阮看到困难的时候，阮有想要走；主啊，当阮软弱的时阵，阮有要逃避；主啊，像阮感觉阮有重担的时阵，阮就要放弃。但是主，今仔日我相信，你搁再一摆要来提醒阮，要来鼓励阮，讲你为阮预办的是何等的美好，因为这主这本来就是你的心意。愿阮会当领受，而且毋但领受，会当分享，互阮周围的人，互搁较侪人，甲阮共款来领受遮尔巨大的福气。主，阮甲兄弟姊妹交在你的手头，也愿主祝福兄弟姊妹身体健康，灵魂可以兴盛。这是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